名咧就叫做朱元和，後來佢哋咧就叫佢做阿爺。我以阿爺呢個名字為榮。今次呢個係講返香港第一間嘅麥當勞喺1975年1月26號一個朱經理開嘅呢一間喺百德新街嘅麥當勞。即係佢唔單止係一個故仔嚟，佢係一個真實嘅歷史。我好感動，回憶翻晒嚟。呢一刻，我係喺50年前嘅朱元和。